刚好我呢，捌听人讲起，讲即马若针对有爱，就爱讲出嘴，上惊就是食老会将你放袂记。咱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社会，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，第失智症人口超过35万人。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为着要互大家认捌失智症，今仔日就推出一部纪录片。基金会也要提醒讲，这厝内面的时段若总有讲袂出车、怀疑东、怀疑西、爱生气，或者是认知退化，就要赶紧找医生量早来治疗。82岁的碧英阿姨甲69岁的秀珍阿姨两个人伫咧4年前，因为脑部认知退化，开始有妄想、郁卒、甲失智的镜头。在家很无聊，我这边学长去世。我爱动，老人家都要动。这支纪录片《阿姨上课》啊，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为着要互大家认捌失智症，甲导演刘成运用2年的时间记录这阵古早老大人以外，嘛希望透过影片同理照顾者的辛苦。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针对自己的人生的末段这段旅程，他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执着。他们执着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过得更好。碧英阿姨的查某囝本身嘛是照顾中心的照护员，伊讲伊的妈妈有失智的镜头的时阵，常常会怀疑有人偷摕伊的钱，若无就是差要离家出走，互伊感觉真痛苦。加在有基金会下斗3工，才渐渐恢复因某仔囝的日常生活。我妈妈自从来了日照啊，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她是算 ADR 是那个2分，就是比较中度的，然后她现在就是那个失智的分数已经降1分了，所以是有进步的。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，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失智症的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。基金会嘛提醒讲，处理的时段，若是有妄想、幻想、爱生气，也是认知退化的状况，就要赶紧找医生量早治疗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